彰化县乌巴国小伫校长庄世雄的带领之下，来到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，由校长陈茂胜亲自来迎接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复兴国小弦乐团呢也特别慎重哈，因为我们彰化县的湖北国小来到我们台南市，这也是疫情解封之后第一次的一个交流哈。那我们为了这一次的活动安排呢，我们家长会的这个弦乐团后援会呢，在友美老师跟这个佩奇这个我们的家长呢，全力动员，说我们家长来做准备，这一次为了他们的午餐呢，来准备我们台南道地的小吃。那这次由我们的指挥林昌荣老师带领之下，让我们的家长后援会能够动员全体的家长，全力在这个活动上面予以重视。乌巴国小的师生先参观复兴国小校本课程地科天文馆，由复兴国小的学生带领因实在天文、星座等地科相关知识，随后两校也用音乐进行交流。复兴国小伫2018年成立弦乐团，到达每一档拢得到台南市音乐比赛第1名的成绩。而彰化县的乌巴国小的弦乐团更是比赛的常胜军。那我们今天有大概21位学生，再加上8位家长一路上从彰化过来。来跟我们的这个复兴国小的孩子们一起享受这个音乐的一个洗礼哈。那台南的一个复兴国小是非常有名哈，那我们也很羡慕，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校长带领的师资，还有我们的团队哈，非常的用心的接待我们。复兴国小校长陈茂胜也特别准备学校的校本天文文创品作为伴手礼，同时也亲自设计制作纪念杯啊，送予彰化县乌巴国小校长庄世雄。两校学生也交换纪念品，希望两校情谊会当久久长长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